家好，我係兜兜昌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出現口腔潰瘍通常有4個主要嘅原因，你了解咗呢4點，就可以減少發生口腔潰瘍嘅機會。第一，身體缺乏維生素同埋微量元素，例如缺鐵啦、缺鋅、維生素 B1、2等。點解會缺乏呢？可能係因為日常嘅飲食習慣唔夠均衡，例如逃避太過分啦，或者係飲食過於精細，都會導致營養吸收不足，從而引起口腔潰瘍。第二，生活壓力大，壓力過大就會令到身體勞累啦、精神緊張、情緒波動，甚至免疫功能下降，呢啲都會導致口腔潰瘍反覆咁樣發作。第三，腸胃問題，例如胃炎、胃潰瘍、便秘、痔瘡等，都會引起人體對維生素同埋微量元素嘅吸收，進而增加口腔潰瘍嘅風險。第四，體內激素變化，特別係女性朋友經期前後，因為黃體酮水平上升，雌激素下降，可能都會誘發口腔潰瘍。記得關注我，齊齊守護你嘅口腔健康。